4月12日，这是我买给她的第11条白裙子。我答应过她，要给她最好的东西。谁让你来的？谁让你来的？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见面了？李欢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真想帮你分担。你作为朕的妃子，不守宫规，不顾朕的严命，居然跟家业那个淫僧一起私通私奔，这本已是死罪。朕已经记我不救。而到了现代社会，你依然不顾朕的严命，竟然跟叶家同居。你以为朕是仙人还是圣人，能接二连三的忍受吗？我很后悔，当初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。来到现代以后，我总是想办法甩掉你。我打你，骂你，都是因为你当初杀了家业。可是不管我怎么对待你，你还是对我那么好。当我无助的时候，你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我面前。可是我却忽略了你对我的爱。当你失踪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爱的人是你。可是我爱的人不是你。是芬妮。难道你忘了我们的点点滴滴了吗？难道这些衣服还有那束花都是假的吗？中秋节，我给冯冯买了5条白裙子。情人节，我给冯冯买了1条白裙子。圣诞节，我觉得还是白色的衣服最适合冯冯。这些都是假的吗？有些时候，你拼命想要得到一样东西，可到最后，却发现不合适。或者说，
它没有任何的价值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放手了，就轻松了。我明白了，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以后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我不会再妨碍你了。回忆独自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幸福。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从此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我们不到黄泉，我哭泣的眼泪不相见。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不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到了黄泉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也再也不见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姐姐，你还好吧？我们回去，走。姐姐，上车吧。爸，叶佳，事情过去那么久了，该忘记就忘记吧。男人啊，不要总陷在儿女情长当中。可是，终究还是我辜负了他。叶佳，你读了那么多书，应当知道，古往今来，没有哪个伟大的成功者不是孤独的。你把你的聪明才智浪费在爱情上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叶佳，
我现在做的这个研究，对整个人类来说，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。来吧，和爸爸一起改变这个世界。刘玉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姐姐，就是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。有一家网吧老板找我去干活。去做什么呀？玩家。玩家？啊、可靠吗？可靠啊，我经常去那里打游戏的。那你去吧。姐姐，你同意我去了？为什么不同意啊？你玩游戏是一把好手，如果将玩乐发展成一门职业，也挺不错的。去吧。姐姐，对不起。没有什么可对不起的。希望你能发展得更好。谢谢姐姐。老板，老板，我来上班了。哦，走，上楼吧。哎，你看着点啊。这边。哎，老板，咱们不是要去工作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走，快走，玩点。别追了。遥控器。李大哥，李大哥，谢谢你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。这件事情，谁都别说，千万别告诉冯峰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他们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要抓我？他们是来抓我们几个皇帝的。这么说，慕容熙、浮生、刘子业他们已经被抓走了。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们啊？我正在调查此事，记住，这件事情一定别告诉冯峰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你们仨还真是白痴啊，连个小屁孩子都搞不定，让我向老板怎么交代？老大，你是不知道，人本来已经抓到了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。那两个人，他们很厉害，我们打不过呀。他们什么人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长什么样总该知道吧？那两个人，他们都很高，其中有一个看起来很面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对了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，好像是那个股神。股神啊！妈的，离婚又是你！老大，吃点东西吧。你这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身体这样下去，受不了。何宇，你也走吧。当年，如果不是你出手相救，
怕早就死在别人刀下了。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。峰峰怎么样了？风小姐自从把书卖了之后，人也精神了好多。她和猪猪经常去逛逛街，看看婴儿用品什么的。继续跟着他吧。这你放心，老大，她现在很安全。我不在的时候，还有别的弟兄保护她。对了，今天抓刘玉的那个网吧老板，还有那2个帮凶，看来身手不凡，并不是一般的大手。是啊。上次袭击我的那个人，有没有什么眉目？有眉目了，道上弟兄查到了，这个人叫蝎子，神出鬼没，心狠手辣。蝎子，蝎子。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也许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错误。这什么地方？跟我来。老大，这是哪儿啊？这么神秘。老大，那把剑在动。这剑上的丝丝血迹，是当年我用它在冯峰的脖子上留下来的。经过了1000多年，这血已经变成了青红色。我每天晚上梦到的，就是这把宝剑。老大，这就是你那天提到的那把宝剑。对，恶语。如果我跟你说，我是1000多年前的古人，你会相信吗？老大，这怎么可能？你还不到30岁，开玩笑吧？我是从1000多年前穿越到你们这个时代的。您说什么？当年，我突然消失在莲华山，御林军找不到我的尸体，就把我的衣冠还有这把宝剑合葬在了棺材里。3年前，叶佩发现了我的墓。拿到了这把剑，1000多年到现在，什么都消失了，留下的只有我和他。
我最近感受到他在呼唤我。他既然有这种意图，说明一定会有事情发生。他是我的，我要把他带走。这把剑钝了，如此靠近的时候，应该掉下来一缕。